亲爱的，今天很开心。文文，肯定新来的。回去跟老大汇报。哎，就送到这儿吧。都到你家门口了，就不能上去坐坐？我觉得还是慢慢来比较好。要不明天再见？好吧，好吧。我先回去了。喂，我都到家啦，你快回去吧。就知道你赖着楼下不肯走。你他妈少在那儿给我装清纯，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？你早说，我给你钱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说谁呢？说的就是你。各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赶紧去吧，我等你啊。好好好，快点啊。兄弟，哎，兄弟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我女朋友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是这样啊，他呀，在我这儿买点货，一会儿你交给他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等了。哎，你谁啊？他买什么货啊？你交给他，他就知道了。哎，要不你先验验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货可纯。爽，你也试试。我不是。这个钱他也交过了，你交给他就行啊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大白天在这儿交易，怎么比你还火？人呢？别看了，人都走了，这面够粘牙的。文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文文，我得说你两句啊。你说你最近交的都什么男人？这第一个，跟女朋友分手不到3年吧，这么薄情的男人你也能接受？这第二个啊，比你小7个月，你知道吗？等你人老珠黄了，人家还装正太卖萌呢。姐弟恋要不得。这些事儿都是你捣的鬼是吧？什么叫我捣的鬼？我是想给你幸福。这种货色它能给你幸福吗？我受不了你了！文文，文文，一定要幸福。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吧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我已经换了5个手机号，搬了3次家了，他总能找着我。死缠烂打，阴魂不散，我都想跳楼了我。你们说我从哪儿招了这么一路货呀？我们才谈了不到2个礼拜呀。估计啊，这哥们儿是数泡泡糖的，你就没试着报个警？报了呀，我当然报了呀，没用，他把我们那儿警察全给聊怕了。我这不是没办法，我才来找你们的吗？接触看看吧。那你先来。OK 啊。美女，留个联系方式呗，电话多少？
13901101234。我给你打过去啊。哎，等等，我那个手机放在家里了，没带出来，要不你就直接发个短信吧。没事儿，还是打一个比较好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。顽皮。收到了，加下微信呗。微信就没必要了吧？我给你发请求了，你接受一下。嗯。哎 ，QQ 号是多少啊？都加了微信了，还要加 QQ 啊？乖，听话。36261117。新浪微博、腾讯微博、搜狐微博，你用哪个？这仨我都有。百度贴吧跟豆瓣也加上了，天涯跟猫扑我给你发请求了，你看看。淘宝号是多少？咱俩加上，以后一块网购能便宜不少。百合网、世纪佳缘、真爱网我也加了，你看看。手机翻墙呗。那什么那个 Facebook、Twitter 什么的用不用？大哥，咱别加了行吗？我快没流量了。早说呀，这儿有 WiFi， 我给你加上。不会吧，亲爱的，他第一波就没接住啊，什么消息都没打探出来。他真是太奇葩了，我现在总算是理解郭文的感受了。这么邪乎吗？这回我来。温馨提示，千万不要跟他正面接触，他真的太粘人了。我们老大问了，你跟那个陈子祥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跟踪他？说。他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话，让你去当他的翻译？我们老大说了，他先天生理缺陷，见到女孩不好意思说话。那真是太可爱了。严肃点，严肃点，快点回答我们问题。这可说来话长了。这郭文都快被他给馋疯了。哎，你们几个为什么跟踪他呀？我们老大说，他开始发现这个陈子祥来我们地盘里，又是发色情小广告，又是卖白粉，以为他是来抢生意的。于是乎，我们就盯上了他。那你们真是多虑了，他可没这本事。几位，问题解释清楚了，我就先撤了。我们老大说，慢点。我们老大说，他觉得你长得挺可爱的，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请尽可能给我打电话。我给他打。
搞定。 OK。鱼儿咬钩了。你叫李大勺啊？你叫陈子祥啊？看来你很有兴趣加入我们。那是，大哥，我一直找这机会呢，这今天总算找到组织了。你抽烟吗？小酌几口啊。哦，喝酒。啊。我这儿呢有瓶酒，波兰金流伏特加，试试。大哥，今儿就。要不这样，咱们还是换抽烟吧。饶了我吧。抽过雪茄吗？没有。那你得试试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脸上的酒一点火星就能烧起来，到时候我可帮不了你。去过古巴吗？没去过。那你得好好享受享受。